人，就趁着一个罗汉人呀，伊跪落佛世尊，叫我看是你到底来一个阿拉维是要来度啊 ，and then 佛教的点声，伊磕头跪落佛了，你看，趁着一个罗汉，伊圣地伊的这个红冷的物件拢总一下声点起甲，安尼跪落，and 佛教的点声。迄个王的人带一个太子来细细汉啊，来了来互这个阿修罗，要互伊食。啊，伊趁着一个罗汉了，伊袂食，袂五戒袂破了。伊看到这物件来呢，伊见笑头起起，特别人互伊接受，就接受了，伊举这个囡仔互佛，了佛摕这个囡仔交到啲王宫的人，讲骗我。这个囡仔交到20岁了，要带伊来见我。了，伊交到20岁，这个囡仔去见佛，趁着3个罗汉。所以，佛直接，我哋咱阿修罗，伊趁着1个罗汉，过来出世嘅，这鬼刀，意思是要跳出这个苦海。所以我过点声过有5分钟。所以这边有人会加咧圣地，今日你看这个人，伊安怎会趁着1个罗汉？因为伊真下久做好，特别人伫做好的点声，这个五件香圣地真正香，圣地香，你看绝淡薄伊落地嘅，特别佛真正慈悲。了第2项，有人学这条经，爱学慈悲，你来慈悲，你看，虾米物件乱佛。佛无听伊诶，佛甲他用慈悲心呀，虾米物件本袂话伊，所以人 try practice 对这个慈悲，到这边为止，了咱来回向啊，一达瓦达查暗嘿嘿，三不当punya三不当，sabbe dewa sabbe satta sabbe buddh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i siddhya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k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龙中平安。后礼拜我讲about 做人，本是真正听了人看，and then 有的人会受1000年，有的人会受700年，有的人会受500年。他那有啲，特别唔是伫这个所在，人听看后礼拜听做人。所以今日教甲这4个课的所在了啊，唔通做阿修罗啊，做好淡薄了，加咧圣地了，啥红光安尼，会记顶礼拜我讲，红光大甲红光真正平安，红光大甲阿修罗真正惨，阿修罗大甲阿修罗是规间厝上个地狱安尼样 ，OK， 沙度。อุปยิอุปเสกการที่ว่าก้องเตบัง就是做人像我把讲这做人特别我讲短是介绍个การที่ว่า吃较灵淡薄这里31天前顶我讲7礼拜了特别这大人这7礼拜我把你只了这个诗叫做 Dugati Bumi Dugati Du 就是讲无好Gati 是去啲出事嘅所在，所以无去出事无好嘅所在，是这个死嘅所在。地狱禽兽恶鬼阿修罗，啊，咱了这个讲啊，about这个4项了。这个去这个4个苦嘅所在，就是逐个人做这个10个恶嘅物件，
爱杀生，爱偷窃，爱创治人的无囝，口业就是四项，爱骗话，爱洗抓弄处，爱讲闲话。啊！无我讲gossiping，讲人吵，伊家己吵，伊毋捌讲人家。第四项起生地了，乱杂乱乱骂，这个就是讲死的口业，行动晒的。and then 死尾就是大贪心，大这个歹生地 ，and then 大的这妄想无明白。有了这个10项，人。真正想撞入这个死的苦的所在，出家人甲这个沙弥师这和尚囝，甲了拢总伊人，若是讲伊人有做着虾米物件，互这个在家人看了，咦，这个和尚做安尼有，伊故时相信佛法真，看了看着和尚乱做。了，伊说无相信佛法真，因为巴利话讲就是讲什么啊 ？He destroys the faith of good Buddhists。伊本正是好的佛教徒的人，但伊看和尚乱做了，伊说心力说无，所以今日伊心力无，伊乱做，就是讲和尚做了，互伊看了正去。所以安尼款的和尚，大概不知道啥物有讲。爱落地嘅，也是一个苦的所在。虾米物件伊人做，有当时爱看命了，看命毋是讲咧，安尼看命有当时加减就无当做三分着7分加磅。所以这个fortune telling 啊，就是无讲10分完全是实的物件。所以去在啊，纪律就讲袂使看命。做先生嘛，先生下面本袂使。老官一忙时间，你来无类去找政府老官处，了你去袂做会上来去做啥青草的先生安尼，本袂使。啊是做工头人讲啦。师傅啊，我人红包自己加唔加咯啊！来，我做淡薄工头，互你淡薄人惊咧哇！一个甲了做站，什么甲了，一个拢总也是做落去，一个死的恶罪的所在。我真正济讲袂出，甲我讲人家讲了有当时的是着人，但是我这照讲呢，他那我条地讲，我切地到落去，无了ปัญญาตาอัตถคตา，这本就是讲。这里佛册到底向边个位？这里巴利文来，唔是讲的2000几年写的这里小位了。所以今日我要介绍淡薄这里快乐的所在。这快乐的所在就是讲27元。这27元，咱这边个了，咱这里叫做扎加瓦拉，扎加瓦拉就是讲咱的 universe。特别当人话讲3界，欲界、色界、甲无色界，这个31元正正破开来是叫做咱当人叫3界 ，the 3 worlds。这31元，咱叫3界，虾米事咱叫3界？因为头一个世界就是讲欲界，这欲界是11元，苦的4元。了做人1元，做红光6，做11元是叫做欲界。虾米事咱叫做欲界？伫这边有大波有查某，查某爱大波，大波的爱查某。这个欲火是真爱的火，第一强的物件。所以咱看那拢总是调伫这个欲界，因为咱渐渐地对这个欲。但们这个11个欲界，就是讲这个苦的事，快乐的切。你看来快乐切，就是讲咱做人，就是讲啲叫做快乐的欲界再来。各有了落来这个11界了，各有20元，20元叫做色界天，伊叫 Rupa World。
香槟是伊人借钱，拢中了入定了伊人来出事，无大波啊，无查某有大波呢。你人来是查某借钱借到你赚着钱啦，死了出事做大波，了拢中香槟大波，无讲我爱你，你爱我。你人这个约会无了，掂了，这个有20元叫做rupiah， 了做16元。但人这个这16元就是讲，达人借钱甲赚着钱啦，入定甲入中无相，你把三啊钱大概是入中，无赚入定。了这个入定的点啥？伊本是安尼，这若是借三啊大钱头是入中了，入定较深个，较深了约会拢总无了。了真正借有的人大啲这个世界天落来出事，你看伊来出事做人，因为伊大啲世界天上久了啊，大波来出事，有时来出事落来咱这个做人的位，伊变查某。因来变查某，伊无爱教的；因来变查甫，伊本是无教的人。所以这16元叫做世界天 ，16 rupiah。落来个4元叫做rupiah，rupiah就是无世界天，无相久，甲了是心呀。你伊无相久，你要使甲伊讲，伊是查甫，还是伊是查某？无了，伊是一个心呀。了有心了无相久安怎样？伊人个心安怎样？伊个心渐大啲一个叫做 trance， 像入定啊呢。所以大啲香槟会受真正长，这个3项就是叫做三界。了正就是叫做咱的一个 world system。and then 这个我人阿莫话讲 universe 31元。了唔是讲这个 universe 呀，去看到300,000 million 的 universes 拢总大伫天顶个了。今日科学一本有真明讲啊 ，galaxies， 伊人知讲上边有众星，特别伊人唔知找袂着，虾米款的众星，特别福建的再来听真正明。本是伊人改了本有这三界，欲界、色界甲无色界天，达的 universe 改了拢总，伊就扎个哇啦。去知影咱这个欲界，他那我今日是要讲这欲界呢，这欲界11元啦，第一个这个欲界就是无间地狱。那无间地狱我唔使讲，你人知，虾米事叫做无间？无时间的地狱。日暝24点钟无通互你吃穿，是人哋刑罚，人哋苦路。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无间地狱，第一关就是叫做主宰天，主宰天是巴拉尼米达瓦萨瓦蒂地瓦，香槟咱的魔王大啲香槟，伊看这个红光特别是魔来，伊无相信佛教的人，伊今日安怎无相信佛教过会做起个安尼关？伊是保持王咧，无人会赢伊保持故事，所以今日来出事真正环境的红光。所以咱你看，咱佛教的人啊，无渐渐欺嫌别人的教，咱就相信讲别人的教。你若是入 Christian， 你要去天顶本特别你唔通乱做。你若 become a Christian，be a good Christian。你若是要入 Muslim，be a good Muslim。特别教这个淡仔10项唔通做。特别咱无相，咱的目的甲伊人的目的无相。伊人目的是希望讲我要去出世天顶，咱布达的假是无相。布达的假是你做好，你去出世天顶。特别伊有弯路，天顶是鸟处度掠路，拢种真正水的物件，了行路袂晓走，你直追，尾来你追了你乱做，了你抓伫天顶。你搞伊坐袂掉了，要落来出事了。所以布达讲 ，in the heavenly world 本是无永远。所以今日若是人住伫这边啊，欲界人直直做好啊，就布施啦、修戒啦、哈咪啦，这钱较无哈咪有，特别这是这三马钱，钱伊大概爱出事，较这千的钱，伊大概爱出事，即个欲界呢。
做路人保时节节出世欲界仙女红光，那是做红光，一个红光真清清仙女，了有诶真10千仙女阮有，了有诶一个仙女水百会经水诶仙女，几千诶仙女个了，伊逐人伫顾伊一人，伊人来出世就是讲啊，即个六根伫大快乐。伊人看到水水，味到香香，食到好诶物件，当到真正爽诶物件 ，and then 味到、当到、看到、听到，拢总这叫做六根诶物件，真正快乐。咱做着恶诶呢，因为伊人做恶，伊即个本是伫靠着六根啊，所看诶物件，哎呀，安尼刺激，哎呀，安尼看咧惊。听着，哎呀，人伫将救命，哎呀，伊这听着，甲了拢总是苦诶物件，味着，哎呀，人补哇热，超伟大安尼，拢总惊诶物件了，人伫补伫杀伫安尼，所以即个六根会苦，甲即个六根会快乐，拢总就是对好甲做好甲做恶来，这咱要知啊。咱直直去，直直管，咱会欲，咱会即个伫欲界，直直去，直直管，直直快乐。相比来较悬诶红光，伊人会快乐苦较济，较低。你人会记我前过有讲诶，10位红光3摆伫无通食，阮有伫天台看人家老啊，是人掂虾米，迄个就是真正低。对住头路来出事做红光了，过来啲安尼考，就是对伊有做别项好，特别保湿无，福气食无。咱要知讲，今日咱若是来出事伫天顶，快乐是有影，特别即个大伫天顶啊，本是无永远，因为即个拢总这31年的天顶是叫做 impermanent 无常。所以大伫天顶本有火烧，即个确定我讲天顶是我行一案我讲互人听，即真了。若是讲咧因果带咱去出世伫快乐的所在，若是了，咱搁着拍落来出世做人。有时毋是讲大伫天顶了才落来做人，有时大伫天顶了，噗一落去出世伫地界。是真正侪福建的在来故事，本正侪有一个红光，100-1000个仙女，了点无点万花500个噗变无去，变无呢？伊红光伊观看，哎呀500个落伫地界，剩这500，拢总着车惊，迄条佛有伫个时，怎会走去找佛？就佛在贴白讲，伊人会因果教，了路人爱写字，即个红光本知伊点声要。要离开世间，即后个礼拜我才讲红光要离开世间，安怎会知伊要死？我才讲甲了，所以即个佛讲经，互即个红光听，了即500个仙女听，拢总参咧红光，参即500个仙女成一个罗汉者，成着一个罗汉就是讲地狱门砍了，伊未落地狱，伊未出世做禽兽，伊未出世做恶鬼，也伊未出世做阿修罗。所以咱来想看，苦无律死的所在，快乐27个所在，参一个世界天甲无世界天。到若是安尼，真正侪人想，我的机会要来出世好的所在较济，因为虾米啊？苦无律死的所在好27个所在。安尼若是讲31人死个人无律才去苦，27人搁要趁去快乐的所在。我讲到我的 percentage， 我的8%通要去快乐的所在是差不多悬。这个是算唔对，拍算唔对，因为虾米事？福建的再来讲真正平，唔使讲一个死的苦的所在，甲得摕一个小地狱。你知你讲好啲听我有讲136个地狱，8个大地狱，一个小128个小地狱。咱摕人这128个小地狱，摕一个地狱，第一世就好，第一世第一小的人第一少的，迄个地狱的人数
合，甲到咧小地嘅行人數嚟評價即個27人快樂嘅所在，嗰是27人嘅快樂嘅所在嘅人數，較少過即個小地嘅。所以你看，即個 small hell 呢就較濟過即個27人紅光人蝦米攏種，咱你看人就安尼濟啊，紅光人甲即個紅光嗰是即個26人，甲即個做人27人合起來個數即個第一小嘅小地嘅。咱唔通講地極，咱來隨紅下就好。我想你人慢慢啊，是講你人有苦工，你人去查看你人嘅厝，啊是唔使講咱這邊嘅 BBA 嘅巴人啊，什麼你去看，有遐、大遐、小遐、微遐，啥我人老人看袂到嘅，囡仔人才看會到，有甲袂講嘅，你人看，伊阮啲冊圖本有，伊阮啲草本有，伊阮大路本有，你來下咩物件啊，一下一來。甲搭遐呢，到底即個 BBA 巴人袂算了，唔通講全部，唔通講全部全世界。甲搭遐呢，伊個人數叫做 infinity 是啥物啊？無數目，袂寫落，袂算。所以你來想看，去知啊，即個苦嘅所在是滿滿，咧快樂嘅所在啊，是真正人快。你看咧做紅光啊，幾支挑把你一個紅光，幾支挑把你一個紅光，這個白日我才講啊。所以真正濟人想安尼講啊，我嘅機會通來去出事好嘅所在，真正濟27，啊無話講啊 4:27，4分是去苦，27分是去快樂，安尼我有機會通去快樂，特別你看。不但講真正艱苦去好嘅所在，好嘅所在嗰是第一個是人，第一關就是講即個大媽話講嘅咧是魔王大嘅時候，巴拉尼米達瓦沙瓦蒂住在天，你看安尼人安尼呀都評價人呀，伊地嘅嗰是滿大。第二款有嘅人想啥物啊？哎呀，免做好啦，咱。咪去老人，咪拍超來，咪頭鐵，唔使去做只冇樣冇食就好了，夠熱了。所以伊人唔敢拍超，唔敢頭鐵，唔敢老，唔敢害人死，唔敢去射因衝啲人無驚，伊人唔敢。伊人講夠熱了啦，guarantee我無通去苦嘅所在。特別這邊若是安尼款嘅人就想。anytime 叫伊來，我咬佛經嘅冊可以看，明不得講，人去，甲即個天頂去，攏總甲了是叫做蘇格地，巴利話蘇 means very good， 格地 means 好嘅所在，去出世嘅所在，要出世好嘅所在 ，that means 人去，伊就要做好，伊若是無做好。伊袂通去出事，而做啥物好，伊就要保持受戒戒善，而伊就要禮貌，甲伊尊敬伊是大人管嘅人時，禮貌甲禮貌了尊敬，咁樣故意食清大破病，即個5項，第6項，無論講伊講嘛死咗久了，伊就要想做好點聲想，愛回向。即個就是啥自卑嘅心，甲對咱嘅是大人，伊無了我佫漸想甲伊，了我見做好我愛伊好，我愛伊好，愛人好，這是叫回向。第7項，伊就要看人做好，要發歡喜心。世界嘅是安尼，看人好，看人成功，伊願度。所以即個若是會發歡喜心，人哋成功，人哋啥物，人哋做好，沙圖。一個本是做好，一個本會互你去，這出是好嘅所在。這第7，第8就是講，不管是愛聽經了，咱才會了解，這了解了，咱這個惡莫做，好要做。咱第9，咱聽了，咱要教咱嘅囝，咱嘅孫，也是咱嘅阿嬷甲阿爸，伊人古時唔捌聽經，看他老了，咱就要教伊聽。咱第10，聽了，咱要對，咱古時對做唔對。咱放迄個，唔通去漸做了，冚咩嘅？
就是 correct wrong view。所以这个10项伊人做，伊人的这暂时机会要来出示这个好的所在是真正悬。这边我好一个三条的批评，好多人看，有的人讲啊，我免做好啦，有的人是安尼，无要紧啦。如讲死了去这边去那边，无人看到，佮啥物去相信这个物件？所以伊安尼认为安尼思想，伊所做的物件，伊无惊天，无惊地，意思讲啥物啊？咱做啥物恶？卖互人掠着，卖互政府掠着，交掠了，无人知，死了个无半项了。所以这个呢 ，one who does a lot of evil， 点做恶，伊想甲一个人，真正无类欠一往世界，大陆本欠，安尼款的人，你叫他住伫厝点，伊袂大，因为啥物事？欠人一世界，地下无半类，所以住伫厝本无。真正无爽快，伊出去行，伊行这条街拄着坐地啊，讲，路面有当未啦无歹啊，他个往去8条街，搁一个蒙卡里梅啦，头家，路面做输了地个不烂啦，睇这条街人拖，嗰条街人拖，一个布达讲啊 ，heavily indebted everywhere and he is oppressed, harassed，人堆，安尼人是真正无清。那是无做好是像安尼款的人，有做款的人讲，我卖做好啦，但是我无做啦，本是对，但是你听好，你就明白，伊无做好，但是伊无做恶，伊无欠人，大陆伊本无欠人，但是因为伊无欠人，地下空壳，住伫厝，你若是地下空壳，你死啦，第一，你无欠人，外面一类你无欠，但是你看，住伫厝内，特定一个卖，囝差无差，一个出袂当买，迄个袂当买，安尼你地下空壳，出去行，你看这个爱，迄个爱，这个爱，迄个爱，你地下本无，要去佚佗住户你本袂，所以落得了一个本事，若是讲一个人伊禁恶，sorry， 所以一个人伊伫禁恶。伊无做好，常安尼款人，伊无欠人，但是无欠人啊，袂坐袂徛甲人，所以这个物件，福建的再来有讲了，人若是无做好，伊等于是伊做恶，你人毋是使看，我卖报事，我卖受戒，我卖祭神，我卖行后爸母是好。了我淡薄讲下面，卖回乡，这个10项淡薄讲卖做，我卖听经。你看伊得后尾这个10项，伊是做恶的人，所以不得讲真正明人若是无做好，实在是伊是做恶。了落来一个人，伊渐做好，就做好了，你看伊。上甲讲外面无欠人，地下个巴扎一起到落真正轻松。所以不大烦恼讲叫达人到来出世做人，正好句正好似我有讲安怎坎坷来出世做人，你知你前面句嘅事，我唔来说我讲唔係全時間，一不大個念這條詩。Kicho manusia patilabo, kicang macanang jiwitang, kicang saddama sawanang, kicho budanang upado。這個我聽，頭一條真正坎坷來出世做人，第二條到來出世要來生活喺這個世間，唔是講贏。你蝦米說啊？生活你行直直，真正坎坷談。坎坷會先人，較濟你來是較頑強，嘛你人講哇夠貪累，真正濟安尼樣。特別我無講達個好嘅人頑強無，即個就是講啥物啊？到伊就做好啊，唔使去撞累來隨伊嘅，後來就是講伊正時做好，真正濟來出世，爸母老教會。and then 伊只教會有了 investment 直直來，伊直直找，伊唔使出去拼甲半死。了第三項，佢講實在嘛啥個人，到來出世做人安尼坎坷了，嗰邊來看聽着腳會驚，真正坎坷。
是，你看市面甲了去，我4日我去讲经伫大山骹，你人看，伊人讲啊，这边讲，那边讲，这边讲，那边讲，拢总伫讲经甲了。你去 analyze 看，甲了经虾米啊？哎呀，这个佛教是阮老讲的教是2000几年，他那到了会用袂用了，到了会交起来修了，他那是 modern 就要安尼样哦。特别正式的物件袂讲老。这个佛讲安尼经，讲是八正道四谛法。古时的佛本是八正道四谛法。后过要来的佛本是八正道四谛法，这个是 evergreen， 未老，未讲过时，要来大的世间会通拄着佛，真正坎坷啊！这条咱坐无着火车，佛有伫的时，咱唔知去做虾米，是阮都无定定是做一只盲机大只巴原来去跳来去跳去，今日马路车咧，了路人唔知做虾米，我不唔知。就今日特别个有机会开来做人，个通听着经，个看着佛经，去在三宝无特别两个宝佛法甲佛经 still 个有 ，and then 正式的佛经有路人对了路来通你的，去在达人啊，大啲即个玉道路咧生了死，死了个生，生了个死，死了个生，会记我讲啊。甲搭算甲咱目油，咱的目油抽起来，全世界的水分较少过咱的目油，咱就会在去这边啊，哎呀，真正凄惨啊！去在咱去出世地狱啊，是几千刀了，把你只一刀摊来做人，你大啲这个苦的所在太久了啊，伊有时来出世一早。你一关系大啲地狱，安尼久了，一地狱嘅兴奋炸来，几千年一关系甲安尼款嘅咯，摊下你要叫伊来讲，做像个人啊呢，爱大量，爱行孝，就爱保持，爱虾米，伊未做，你虾米做，伊会兴炸来啲即苦嘅所在，福建再来讲啊。今日伊若是出世做人，伊若是失败一刀呢？尼伊失败一刀了，伊有了一个情形 ，the condition for 伊故事啲做嘅苦啊未识嘅，拢总一项识。所以若是讲伊一刀若是来出世落地狱呢？一粒因果识拖落地狱，第二粒。落地狱，第3粒落地狱，所以一个人，这个地狱死了，出世别个地狱，别个地狱死了，出世别个地狱。伊大啲，伊讲啊，你再无偌济人，大啲地狱，掉到遐边，掉到真正久像骆驼生筋了，喘未起了。伊遐边讲咩 ？Decillions upon decillions 啊 ，multiply by decillions。了我呢读册无较高，我就decillion我唔知虾米物件，我去开我字典 dictionary， 我把你只知 decillion means 一个空，若是讲法国甲美国一个空甲一个节甲33个空 not 节了 not 33刀，若是节就即句话 decillion 和一个。英國 England 嘅人用面，伊是一個節甲60個空。咱來睇個 England 就好，節60個空 ，multiply by 節個60個空，有老人算看啦。真正一人大啲響邊啊，安尼樣，伊無講年啊，伊講 existence 啊 ，existence 是一時啊，一時無定咗幾百年，你看人大啲響邊。生根甲未好出来嘅真正濟，咱今日来出世做人啊，这个真正冒险。所以我这边互女人一个 advice 啊，即女人特别会记这个4项，安怎会记这样？听我讲，头一项啊，唔通放迄甲啊，土司冚咩嗰啲做啊，因为。即做虾米啊？做好啊！你都无做好啊！即个上古
打落来，安尼做好来，这个人的香菇，人的目睭，人的耳啊，人的喙，打落来，安尼都做好，咱都点点的谈呢，9点声也好了了，了你若是个无天，你有直直用无天，还没点声都被落了，所以这个。Otherwise you lose your human body and your human mind。佛經嘅就嚟講，你嚟冇做，即係人嘅相顧跟人嘅心冇了要談乜嘢？看你人嘅拍算啦，你人嘅小佬是要做餓鬼啦，餓鬼嘅目睭看安怎樣，嘛是像餓鬼嘅目睭啊，一看就塞不落，哎呀好了，有偏會。晒貪片，這個就是叫做餓鬼嘅目睭。有咯，食飽了個是對，你看有的人啊，蝦米物件本應該未食本咯，燒個成個，伊個唔敢學個，伊個有啲安尼啲燒，所以人看那是啲未曉 let go，未曉放喺度，那咩？你這個目標是咧想講。一般是來去地嘅好，來去做餓鬼好啦，老咗啊！了你看你生地你蝦米，自己咁啲碰想碰起清安呢，冇講淡薄就衝起來了。了那是有當時一個半卡佬紅包3個月冇講話，你半幾個女都3個月冇講話，你看伊笑喎！哎呀，這個就是講很了無明白，所以愛做好 let go， darling。冇咧，我要見個別啦，而且都真好平緊咧，好嘛？嚇，就是啦，我聽見都冇想，但係包不你來聽，拖來聽，所以愛做好。你若是冇做好，這個人嘅相顧冇了。第二項我要看你人啊 ，it must be done in good time 啊，就時間啊，你唔通想講。免啊，吸慢隻來，我話你只45歲，人講 life begins at 40，40歲，睇下我只5歲呢，好我吸老佢啦，佚佗淡薄，佚佗咩啊？我要去客人淡薄，啊，我要去跋筊淡薄，我要去學走馬淡薄，食老了就要來學這物件，安尼就是要咩啊？要找死路了。所以這個 it must be done in good time。我當晚叫你講做好，特別有點聲，你唔通 postpone 啦，安尼你 postpone 啦，應該冇甲你 postpone 啦。你會告訴我講，我計2-3年老咗了，我就來好無？會使無？做完我聽到講特別應該冇老咯，應該講驚哦，我聽到你食上飽了，你去困的時indigestion啊，阿妹飲了紅嘅病病來了，講驚咯去哦。後尾間你見啊，我都講嘅2年落好啦，冇甲你計啦，落來哦。So it must be done in good time. And then 有當時講唔要緊啊，特別唔是應該啦，你計會無打閒路啦。安尼蝦米說啊？今日我係保時，我保時；今日我未保時，計2-3日我撲街啊！家己食都無，蝦米保蝦米事。So insecurity， 這就是講你有咧 means， 有咧機會通來做淡薄好。這保時我逐個都講，應該差不多咱們夠了。你看無啦，點些甲了是保時一半啊，唔使講100-200、1000-2000波，100-200，你會記舊年上加些300錢，我講你聽你人嘅300錢啊！較厲害過人出3000嘅，你諗住我會記我也是印度啲嚟累，安怎做？11個家庭啊，做你人就向公敵，你人公司。And then 你聽台，特別你係呢 health， 你上古冇聽台啊？睇下你講啊，聽下啦，我睇下我把你隻 pension 啊，我佚佗淡薄，計幾年我才來，計幾年啦，咁你食自己你困起來嘅時。安怎我這卡比比，那我去講我然後你看講 stroke 啦，血經斷啦，慘啊！然後他一個血經斷，睇計幾日過一條斷，然後直去講我哋啊，不好意思嚇，未行都未，保時未講都未了，所以 health 要聽台路。第4項，假日你有活友拜拜。你看書網絡上朋友呢來，我教咯，
lúc năng想讲苏万我被捞来累无来做 and then 你看白白朋友来去听经，有 companion 有朋友白白来白白做，家己一人做无留咗，做了白白来我留咗，这样呢结好缘。你唔通去行白白来去博交，行白白来去问红公字，这类仲无错哈，这 companion 以后 ，and while you have the feel。他那路看，想啊有诶会想啲做好安尼做，路背地，路栽嚟學栽，路栽地有，路栽，路直栽，and 最後尾到，你信啦，你敢 guarantee 他那我相信呢？敢相信活咩 ？Especially youngsters， 他那我相信啊！我聽蘇雲都講啊，我就要保士，特別我他那讀冊未使啦，我睇你咧我要大保士。特別去英國去讀冊咧，我確定看到隻阿摩查某 ，Hello, yes, darling, yes, if you want to marry me, I'm a Catholic, you know. 蘇雲都介無啲心隆中掂落舊啊了，對嚟嘅事冇要緊啊！依家嘅馬講，你掂你幫下面事，你就講嘅啊 ，God, talk a God，and then 你看對嚟做嘅事啊，因為接嘅事，感謝 God。我見佢有半，佢仔阿爸甲阿媽做甲半死，阿爸趁你甲半死，伊無感謝阿爸阿媽，伊感謝別人。所以第二項就是講 must do it in time。第三項 you must do it yourself。你唔通想講，哎呀，你去做下我就好啦，你去做下我就好啦，你去得咯，我你仔仔啊麻雀啦，啊。我還是我要去釣魚啦，還是我要去撈咗，你做好啊，會記我逐回講，甲人做甲人談，真正這人無明白之類，我就好啊，我去做不要緊啦，特別攞出嚟無啦，買菜嘅女嘛是我嘅咯，買菜是買菜嘅女咯，了伊欠伊扣咧，保時伊談咯，你無談啊，像假如解講啊，嗱，darling。鐵路科技我係呀，啊路談，特別你看我，或者我吃較明嘅時，英國我講英國嘅時，你出嚟腦殼，隔離 Mrs 也來無相，伊考工伊煮，了伊本有兩邊，伊功德較大，或者出事做王鳥，你出事做無定做生理人，你要教人王鳥生理人教人袂談，你要談你無談白你無就吹白你無了。所以第三項就我頭先講 ，nobody can help you, you have to help yourself。了第四項你要知，咱要所做嘅物件要有利益 ，it must be beneficial。若是做嘅物件了無利益，唔使做。像我若叫你講保時小街，我都無利益，我都無看到半項。若是有影無看到半，唔使做。特別你看好啊，若是保時節，伊大量，咱來看一個家庭就好。伊個爸真正咕嚕咕，在聽經了啊，大量咧，無講老靈啊，我想媽知，我要做淡薄物件，要互媽仔食，好無？啊，媽仔要食啊，好，嗱，10塊夠無？其實伊個 Mrs 阿甲，伊互伊5塊呢，伊10塊，伊大量。所以這個你看。It must be benefit，你係咪說啊？伊啲保時了啊，感動着伊心，伊不變大量。一個人若是直直保時，伊心直直內直直大量。唔使講，若是囝甲伊討物件，係嘛？爸，我想要去啊，這 holiday 我要去倒落佚佗檳榔hills啦，會互我計10塊未 ？OK 啊，去啦。古時無大量嘅事，去檳榔hills係咪？自己敢去行。伊袂曉趁，會曉開呢，所以你看，伊有利益佇倒落，對伊家己，伊個心直直軟，伊會放，伊會 let go，伊較大量，所以伊是 benefit 家己，伊個利益着伊家己，這邊伊個心無相，伊個人無相，了伊利益甲伊家己本無路用，伊就要利益就參伊個家庭，你看伊若是講大量，伊直大量，伊無分看了歡喜，
哎呀，这句我大波人，有时我讲啥物物件，伊阮无口气，故时我咧讲啥物物件，砰也起来了，炸落后边咩吼，了囝本看到阿爸讲看到啥老好，唔敢讲话这，看到看，伊个会甲伊囝咬滚讲笑咧，伊囝本会讲笑甲伊阿爸，你看伊这就是利益着别人了，无甲囝，还是讲伊妈本有滴，如果伊若是直直做保险修改。伊利益着伊家己伊变好，连伊家庭看到伊好啊，伊家庭本对伊款，所以这是叫做 benefit 老人。连嗰一项 benefit 着我甲我家庭 and 规家甲了是 harmony， 这个就是讲啊，利益着老人合起来，这间家庭啊是相加金中玉女。明日我住伫阿搭厝，特别你看 ，Darling 喂 ，Yes my dear，Daddy 喂 ，Yes son， 真正爽嘅物件，安知道落来，安尼保湿，安尼修改，安尼慢慢一直变，到一变一家庭变，一规个边啊根本甲了变，安一朋友们看，哇，睇啦。都是要讲错话，甲伊也是敢讲，睇来看了，哎呀，人哋真当然唔通对讲错话。所以睇下落来，我要讲啊，明年啊，这个七言叫做欲界，快乐的欲界。第一个就是做人，特别嗰是做人第一好。有人想讲做人公真好啊，其实做人真正好。因为虾米事来出事啲人讲，日暝渐渐看快乐。来出事啲地嘅日暝是看到苦，来出事做人有生死有甜有苦，你人看来大啲厝大日，你人渐渐食好，爽咩？一日来世界乱淡薄，了无market 无通买鱼，无通下，了无人睇赌，无肉通买，无鱼通食，了食黑豆配豆乳，唔爱配豆乳，你看你目睭流啊！特别咧无女人，逐个啲食苦，有买甲有豆乳，伊讲好了啊，天公啊，但日安尼好。所以你看 ，the human world is the best。安尼虾米说，伊有甜甲有苦。安你怎好看隆重的菩萨，下愿头伊也未成菩萨的是，伊拄着这一个什么三不得，伊讨下愿了，伊做这个十个波罗蜜。安尼做这十个波罗蜜，啲对这十个波罗蜜，有当时伊个出世啲管的天顶，知咩？到甲天顶了话，应该人要大会寿要真正长，真正这菩萨下心肝，我买大天顶咕咕，我要快落来。安秘书伊人下款安尼款的愿，因为伊人大啲即做人的所在，马路只会训练这个十个波罗蜜。The 10 paramis， 这10 paramis 就是要修甲这个10项完全，逐项一直100分，这个10项了，拢总无一个人会赢伊马路才会成佛。所以伊路看，有当时应该要大声咧讲，20千年，有当时3000年啦，因为土公要来出世做人，安尼款的是，有当时伊人。死甲伊人会会受伫天顶，按这个福建再来伊叫个阿里木提加了基利亚，这个就是讲伊唔买钱安尼，了伊住伫天顶安尼款的死，就是讲伊本心达马巴利话，伊本心帮迄甲伊会受，要来救众生。了你看咱做人的主的世界，拢总会什么三不得。来出世大啲世间成佛，无一个不得大啲天顶成佛，无。拢总嘅必借佛，拢总本就来出世做人，了一生必借佛，无一个必借佛讲大啲天顶，还是大啲地嘅一成佛。拢总嘅阿拉汉，还是讲马哈萨瓦加是大罗汉，拢总跟了本是来做人。大啲人嘅主妇呢，伊马路才会看到这个马哈萨瓦加，还是萨瓦加，还是讲是罗汉。
轉發雷神王 Universal Monarch， 伊人本就要來出世做人，後咗伊人來談到這個 Universal Monarch， 這個轉發雷神王，伊人有心動啦，伊人會坐咧，伊會坐特別嘅馬車去西天頂看這祝福㗎了。伊人本嗰是一大啲世間人會只會使，無一個講大啲天頂才來成。我逐個啲講人就是真正快，真正好嘅所在。我講就是講，這人大啲咱這個世間，這個所在叫做ям布里巴。ям布里巴就是講咱攤啊大，咱嘅人你看，歲數攤啊差不多是75年還是80年，安尼歲數。這個就是講ям布里巴嘅人，去在蘇眉山大啲東人西北4個所在人大，按嗰3個所在科學看無到，佛有講啊，嗰3個所在，不巴維地下嘅所在，不巴維地下香檳嘅人，伊會歲數700年，伊本是有一個頭殼兩個手兩個骹相。特別伊人嘅目視無相，伊嘅目視另外無定做較水較油，咱伊人無定做未襟拍子像個咱安尼，咱這邊較長。嗰一個所在阿巴拉果亞那，這個所在人嘅歲數500年，嗰一個是烏達拉古魯，歲數1000年，伊人嘅歲數真正平常逐個是。準安尼歲數，伊人離開世間。哈咪數這個烏達拉古魯嘅人，歲數安尼長，啲香檳到人若是完全這個誤解了，伊無講伊做嘅功德，講未趁去出世天頂，伊個原則要來出世做人，較濟伊人去出世啲這個烏達拉古魯，伊人。主動automatic 有這個誤解，伊人一個好誤解伊人未破，了伊人死啲冚邊，伊100%穩伊去出世做紅光，伊人咁樣有誤解，無一個講會破誤解。特別第3世，即時伊死，第2世伊出世天頂，第3世無穩。因為伊去出世天頂，無定着伊好只線路掠着，啲香檳無定着伊會失敗啲香檳，所以這副經濟來講 ，they are only safe for one existence。伊出世啲天頂，巴利話出世做人，巴利話叫馬努薩，咱睇下翻下話講馬努西，佢在是巴利話嚟，馬努薩，哈咪數人，哈咪數巴利話叫馬努薩。因為咱來出世做人，咱有這個3個形真正像，頭一個形，咱真正定，真正定，真正心膽真正在。這3項 three mental factors， 定、心定，無驚 ，and then 真正在。這個3項。因為有了這個3項，人會做好，人講未做伊會做，哈咪人講會未做伊會做。你看做人敢跪落啲佛嘅面前講，佛世尊，白日我要成佛，敢下款安尼願，人講唔敢下，因為要成一個三馬三不達講伊就要明白要打下苦上甲伊啲行咧火炭。說這個地球，若是哪個人會打漢安尼款的苦，行啲火炭才叫人家啲歸火，還是叫人家啲歸火？你叫迄是細細空的啦，特別行甲全地球行甲了，你會堪安尼啲這歸火的苦，你嘛你才會使講有這膽來做係這個大願。第2項你看伊人若是講啲保持，你看。伊人敢下願講我白日要做佛，
有诶敢系员讲我八日要做笔政府，有诶系员讲八日我要做大罗汉，有诶系我八日要做转法轮神王。一个假了是加大苦嘛，你才会成功。第二项啊，你看伊人布施，人诶布施甲翁公诶布施无相，翁公诶布施上间你会记啊，古时天公布施即个马加萨巴咩啊，陪天顶诶物件三陪。甲你看人诶布施无相，人诶布施你看，假你看目睭本乌互人 ，and then 家己有时跳落去，你人不到腰呐，他就跳啊。and 你看，咱这佛伊时做人诶点声，老虎腰，你看咧惊要食，你看哎哟，这只老虎腰个安尼，你看惊要食了，咱你看一跳落。老虎你唔通食落惊，食这边嘅肉。你看人会做，翁公未做，伊会做。你大啲一千斤，你人听故事，我捌讲大啲咧，啲讲经是啲这长咧，啲山好嚟时，我有讲啊，无这一千斤。你看个个一粒后生，个一粒走啊，嗰时有做王，人来讨讲。王诶，我娶着一个少年某，那我某日就要走路。伊讲若是无一个查某囝，甲无一个路仔，伊要走路，伊莫大交我。你个后生甲你个走啊，会使互我做查某囝甲路仔。你敢开嘴，伊敢摕；你敢开嘴，伊敢讲得摕。所以你看伊个即个啊，你人啊。个一粒的囝，你人敢无才来？个毋是听你讨囝了要来去做好命无啊？讨囝了要靠你囝去做查某囝甲路仔，按一本摕，要家己个人来讨。王喂，我你老无人顾，帮西帮右无人，下晡你互我个某来斗顾啊？摕，你人敢无？我就唔敢啊！这就是讲人敢做。翁公唔敢做 ，and boss 小戒，你看5戒虾米戒？伊去做人诶点啥？甘愿死，唔甘愿互戒破。所以你看，因为戒伊死伊无惊，所以翁公袂戒啦。你哈就无啦，好啦，骗淡薄啦。你无骗，你就要也都睇我死呢。所以伊人无，个人诶心真正定，真正明。真正在，你看伊这些的点声，你看伊决伊个这个决定心，伊安怎讲？互我的肉，互我的血打，互我皮甲骨唔通打，皮包骨，我坐落去我无去，到我成功了我才去。咱坐咗2点钟啦，袂打鼾啦，食咗死啊，卡掉咗就骨啊！伊若下落去讲，你血做你打，你肉做你打，你骨甲你皮，原在有地，我无带起来。所以讲下款安尼款的决定心，伊若下着决定心安尼，无去就是无去啊！所以你看，你去上暗，你看伊啲坐山啲受咧苦行嘅啫，皮包骨呢。特别这个3项，我同我讲，伊安尼伊明，安尼伊真正定，安尼伊无惊，伊敢做的物件，鬼唔敢做，伊本敢做。所以人是跌倒落厉害，好本真正厉害，恶本真正厉害。虾米伊敢做，鬼本唔敢做，睇死爸母伊本唔敢，咕噜叫鬼睇嘅爸母唔系一样敢，特别人。安尼贪，安尼生地，妈本死，阿爸本死，有当时安尼牛齿戆声，这边讲遐边讲，还会像乱七叉讲甲分派分类，所以这个本是无眼地的，因为这个越明越假，伊无惊天，无惊地，无惊因果。回相分一家也都喷头壳中，圣地的起的时候，他们本做，因为贪一家请31人也下钱签下不啦，
把肚掂落来，安尼敲，对叫对不当，所以你看人的恶，伊敢做，因为这个爱了伊会教，伊敢讲举一个刀四山开，哦，你人唔是我人会教，喷，上个是喷头啊呢，所以这个就是讲人会做，鬼唔敢做，伊人敢做。人讲唔使讲话，人讲更加唔敢做啊！哈密事个第二项，伊人哈密事会使叫人做马路沙，因为伊人大概那是善福或者有诶善了啊，伊善甲真正香三摆，你若是假讲福无影，别伊讲伊无讲，伊甘愿互你睇死，就是讲伊善啦，那是香诶事啊。真正明真正好，特别有当时那是啲对多头病嘅事，下尾本家做，佛本家车落，刚掂落去啊，那回想本呢就乱做啊。